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日是2021年的9月27号。今日的经文是诗篇140篇，以斯帖记第4章第1节到17节，彼得前书第1章第3节到第9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精炼的信心。记得伫高中的时阵，我的学校中央中学，我第一个听到有关这个228事件的代志。伫了后，我就转去厝里，甲我的老爸来问这228的事件，所得到的回应是一个支配。并且阮爸爸要求讲袂当搁提起。迄个原因是228的时期，伊有真侪的朋友安尼莫名其妙就消失。有的人是关足久转来，有的人就一去无回头。伊的阿姑李邦仁牧师也伫当初时为着救助一寡无辜受伤的民众，来组织民间妇女的团体。另外，我的外公也是当初时受害者之一。虽然后来受到平反，但是伫当初时的这种的气氛，政治的状况是非常不利的。今日的经文也互我想到，捌去伫捷克布拉格来拜访旅游。去参观着犹太纪念的墓园，一个小小的墓园区内底，拢总埋葬超过10万的犹太人。根据历史的记载，伫迄个所在，所埋葬的人是一站一站来踏起哩，听讲差不多有超过7站的济啦吼。会通想象是当初时犹太人遭受到屠杀的这种凄惨的情形。这莫怪第2次世界大战进前这段时间，犹太人常常在讲上帝无存在。伫以斯帖的时期，以色列人所面对是上款的威胁，就是讲影响因的信心。因为因要受到糟灭，或者是讲伫政治上因真无助，因只有会当伫遐靠赖互上帝，求上帝怜悯。这项代志考验因的信心啦吼。当这个以斯帖记载因面对哈曼这个政治权势，得到王的这个同意得要将这个末底改甲这个以色列人拢总消灭的这个项事，惊动所有的以色列人。当然，受理的因伫这个所在，伫这个时阵，更加感觉无助。这个时亲像末底改安尼共款，末底改知影这一切的事非常的悲伤。伊掠破衣裳来换这个换衣换衫来散火敷伫头壳顶，大声来痛苦哀哭，走遍苏珊城，来到伫王宫的门口，无入去，因为照规定穿满衫的人不准入王宫。王的通告无论传到伫倒一省，迄个所在犹太人就哀痛来低哭，因禁食、依靠、哀嚎，大多数的人拢换这个满衫，倒伫这个火湖内底。安尼做是犹太人用这种方式来表达因的悔罪，或者是讲因伫咧经历痛苦绝望的这种的心情。伫这当咧无奈的时，末底改得到上帝启示，伊要求王后以斯帖去见王来恳求。
但是当世时的文化甲规矩却无稳准，一个负责人无受到王的呼召就入去，所以以斯帖就甲伊的阿叔莫迪改讲，无论这个男女，无论是甚物人，要有王的调换来入去伫王宫见王，一定会去互处死，伊这是法律。全国拢共款，无论是王的顾问，或者是各省的人民，拢知影，只有一个例外。如果王无有得到呼召的人伸出这个金管迄个人就会当免死。但是已经有一个月，王无条件我。虽然是安尼照着规矩无法度，以斯帖犹原纪念伊的同胞，请以色列人为伊祈祷，连续3天3暝，3天3暝，安尼。经文甲咱讲，以斯帖拜托人去甲末底改讲，你去调集苏珊城所有的犹太人。叫因为我禁食祈祷3暝3日，无食无啉。我甲我的宫女也要安尼做，然后我就要去见王。虽然这是违法，我也是要去。若是我安尼做，毋免会抵到死，安尼我嘛情愿这是以斯帖伊所展现的一种坚定的信心。伊相信用人的方式一定会遭受到处决，但是若将这个事交托伫上帝，必定会要得到帮助。就算是无意外，愿意来牺牲家己的性命，也要为着以色列人来出声。信心无够坚定的人，就容易失去方向，容易放弃。信心必须爱受到训练。好，咱来讲贵重的金属需要受锻炼，然后伊的质才会愈来愈顺。彼得也安尼劝勉咱，因为安尼恁就爱喜乐。虽然现在种种的试炼，也是要听做暂时的受苦。这种经历，毋是要互你证明恁确实有坚定的信心，甚至迄个非法的金仔也经过训练，恁的信心也比金仔搁较贵重，搁较需要接受着考验。通互恁伫耶稣基督显现的日子得到娱乐、荣光甲尊贵。恁虽然无见过伊，却爱伊；虽然现在看袂到伊，却相信伊。恁有语言袂当表达的迄种无限的喜乐，因为恁拢正领受信心的效果，就是恁的灵魂的得救。教会的医生是一种叫做赤字的医生。教会毋是生产的事业，无法度来估计未来一冬有偌济奉献的收入，但是却是需要真实际来编列支出的医生。咱称这种的医生，除了是赤字的医生以外，咱也讲伊是信心的医生的工作。特别当教会计划进行有搁较大的计划持续见长，这种看袂见底的医生，需要搁较强大的信心、合一的信心。每一个教会的成员拢得要愿意去面对。好，咱参像以斯帖当这时，请所有的犹太人拢得爱禁食3天，为着以斯帖来祈祷，为着以色列的前途来祈祷。老师伫遮要强调的，毋是迄个禁食，乃是全以色列人迄种同心，以及伫这个苦难中间受到精炼的信心。望咱也有共款的信心。
今仔日起，咱要来学习用诗篇来做咱线路尾的祈祷。今仔咱要用诗篇140篇的经文吼，连续3天，咱会用诗篇140篇，咱做伙来读。耶和华，求你救我脱离歹人，保护我脱离凶恶的人，因的心道无奸恶，常常自责，爱交战。因因的嘴来亲像蛇，喙唇下伫有毒，蛇的毒。耶和华，求你保守我脱离歹人的手，保护我脱离凶恶的人。想要车互我绊倒，骄傲的人为我暗钱张活大夹索，伫路边安置落网，设这个圈套来要来害我。我捌对耶和华讲：你是我的上帝。耶和华，求你暗耳孔听我恳求的声。主耶和华，我救恩的力啊！伫交战的日，你遮早我的头壳。耶和华，求你毋通照歹人的所爱，毋通听因的计谋，惊了因自高。论到遐会围困我的人的头，愿因嘴唇的奸恶吞没因家己，愿热热的火炭落伫因的身上，愿受ฮ็伫火里，ฮ็伫深坑里，要扛起来。佮讲歹话的人伫地上的确徛袂牢。在会的确对入强暴的人，将要拍倒。我知耶和华要为困苦的人伸冤，要为丧乡的人辩驳冤屈。义人的确要感谢你的名，正直的人要徛起伫你的面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日是2021年的9月27号。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40篇，以斯帖记第4章第1节到17节，彼得前书第1章第3节到第9节。今日要甲大家三个分享的主题是精炼的信心。记日伫高中的时阵，我的学校中央中学，我第一个听到有关这个28事件的代志。伫了后，我就转去厝里，甲我的老爸来问这28的事件，所得到的回应是一个支配。并且阮爸爸要求讲袂当搁提起。迄个原因是28的时期，伊有真侪的朋友安尼莫名其妙就消失。有个人是关足久转来，有个人就一去无回头。伊的阿姑李邦仁牧师也伫当初时为着救助一寡无辜受伤的民众，来组织民间妇女的团体。另外，我的外公也是当初时受害者之一。虽然后来受到平反，但是伫当初时的这种的气氛，政治的状况是非常不利的。今日的经文也互我想到，捌去伫捷克布拉格来拜访旅游。去参观着犹太纪念的墓园，一个小小的墓园区内底，拢总埋葬超过10万的犹太人。根据历史的记载，伫迄个所在，所埋葬的人是一站一站来踏起哩，听讲差不多有超过7站的济啦吼。会通想象是当初时犹太人遭受到屠杀的这种凄惨的情形。
这目管第二次世界大战进前这段时间，犹太人常常在讲上帝无存在。伫以斯帖的时期，以色列人所面对是上款的威胁，就是讲影响因的信心，因为因要受到糟灭。或者是讲伫政治上因真无助，因只有会当伫遐靠赖互上帝，求上帝的怜悯。即项代志考验因的信心啦，吼。当即个以斯帖记记载，因面对哈曼即个政治权势，得到王的即个同意，得要将即个末底改甲即个以色列人拢总消灭的即个项事，惊动所有的以色列人。当然，受理因伫即个所在，伫即个时阵，更较感觉无助。即个时亲像末底改安尼共款，末底改知影这一切的事非常的悲伤，伊掠破衣裳来换即个满衣满衫来散火敷伫头壳顶，大声来痛哭哀哭，走遍苏珊城，来到伫王宫的门口，无入去。因为照规定，穿满衫的人不准入王宫。王的通告无论传到伫倒一省，迄个所在犹太人就哀痛来低哭，因禁食、依靠、哀嚎，大多数的人拢换即个满衫，倒伫即个火釜内底。安尼做是犹太人用即种方式来表达因的悔罪，或者是讲因伫咧经历痛苦绝望的即种的心情。伫这当咧无奈的时，末底改得到上帝启示，伊要求王后以斯帖去见王，王来恳求。但是当世事的文化甲规矩却无允准一个妇人人无受到王的呼召就入去，所以以斯帖就甲伊的阿叔末底改讲，无论这个男女，无论是甚物人，无王的调换来入去伫王宫见王，一定会去互处死，伊这是法律。全国拢共款，无论是王的顾问，或者是各省的人民，拢知影，只有一个例外。如果王无有得到呼召的人伸出这个金管迄个人就会当免死。但是已经有一个月，王无条件我。虽然是安尼照伫规矩无法度，以斯帖犹原纪念伊的同胞，请以色列人为伊祈祷，连续3天3暝3天3暝安尼。经文甲咱讲，以斯帖拜托人去甲末底改讲，你去调集苏珊城所有的犹太人。叫因为我禁食祈祷3暝3日，无食无啉。我甲我的宫女也要安尼做，然后我就要去见王。虽然这是违法，我也是要去。若是我安尼做，毋免会抵到死，安尼我嘛情愿这是以斯帖伊所展现的一种坚定的信心。伊相信用人的方式一定会遭受到处决，但是若将这个事交托伫上帝，必定会要得到帮助。就算是无意外，愿意来牺牲家己的性命，也要为着以色列人来出声。信心无够坚定的人，就容易失去方向，容易这个放弃。信心必须爱受到训练。好，咱来讲这个
贵重的金属需要受锻炼，然后伊的质才会愈来愈顺。彼得也安尼看免咱，因为安尼恁着爱喜乐。虽然现在种种的试炼，也是要听做暂时的受苦。即种经历，毋是要互你证明恁确实有坚定的信心，甚至迄个挥发的金仔也经过火炼，恁的信心也比金仔搁较贵重，搁较需要接受着考验，通好互恁伫耶稣基督显现的日子得到娱乐、荣光甲尊贵。恁虽然无见过伊，却爱伊；虽然现在看袂到伊，却相信伊。恁有语言袂当表达的迄种无限的喜乐，因为恁拢正领受信心的效果，就是恁的灵魂的得救。教会的医生是一种叫做赤字的医生。教会毋是生产的事业，无法度来估计未来一冬有偌济奉献的收入，但是却是需要真实际来编列支出的预算。咱称即种的预算，除了是赤字的预算以外，咱也讲伊是信心的预算的工作。特别当教会计划进行有搁较大的计划持续见长。即种看袂见底的预算，需要搁较强大的信心、合一的信心。每一个教会的成员拢得要愿意去面对，好若亲像以斯帖当这时，请所有的犹太人拢得爱禁食3天，为着以斯帖来祈祷，为着以色列的前途来祈祷。牧师伫遮要强调的，毋是迄个禁食。乃是全以色列人迄种同心，以及伫这个苦难中间受到精炼的信心。希望咱也有共款的信心。今日起，咱要来学习用诗篇来做咱线路尾的祈祷。今仔咱要用诗篇140篇的经文吼，连续3天，咱会用诗篇140篇，咱做伙来读。耶和华，求你救我脱离歹人，保护我脱离凶恶的人。因的心道无奸恶，常常自责，爱交战。因互因的嘴来亲像蛇，喙唇下伫有毒，蛇的毒。耶和华，求你保守我脱离歹人的手，保护我脱离凶恶的人。想要车互我绊倒，骄傲的人为我暗钱张画大夹说，伫路边安置罗网，设这个圈套来要来害我。我捌对耶和华讲，你是我的上帝。耶和华，求你按耳孔听我恳求的声。主耶和华，我救恩的力啊！伫交战的日，你遮早我的头壳。耶和华，求你毋通照歹人的所爱，毋通听因的计谋，惊了因自高，论到遐会围困我的人的头，愿因喙唇的奸恶吞没因家己。愿热热的火炭落伫因的身上，愿受ฮ็伫火里，ฮ็伫深坑里，要扛起来。佮讲歹话的人伫地上的确徛袂牢，在会的确对入强暴的人将要拍倒。我知耶和华要为困苦的人伸冤，要为丧乡的人辩白冤屈。义人的确要感谢你的名，正直的人要徛起伫你的面前。